Suki 而家介紹嘅呢一個咧係石岐區嘅新房，9000蚊大裝修嘅。咁你可以睇到佢呢個南北通嘅設計咧，110平4房嘅南北通。我哋可以睇下佢其中一個洗手間，跟住呢一邊咧，其實你可以見到咧，佢啲尺寸夠晒噶啦，110平南北通4房喎。呢一邊呢個房間咧，都係可以通出去露台嗰邊嘅主人房。個主人房就示範單位咧就冇做到衣櫃，但係咧呢一個位置就係俾你做衣帽間嘅位置嚟嘅。咁主人房嘅洗手間都係乾濕分離咧，同埋110平4房。跟住你可能會覺得好奇怪，咦？睇落得3個房喎。佢一入門口咧，呢一邊係有一個房間嘅，就見到呢度有埲牆啊嘛。咁你打咗呢度咧，就個廳會大啲。你如果嗰3個房間都夠用嘅話咧，就可以好似佢咁樣去設計嘅。咁我哋再睇下佢廚房咧，廚房咧就唔係以前嗰種，佢就係分咗兩邊咁喺呢度洗啦，跟住切啦，翻過嚟呢邊炒餸嘅，都一樣會有一個生活露台出去。咁而家9000蚊大裝修啦，例如好似呢一套咁樣110平，你9000蚊大裝修嘅咪唔使100萬咯，99萬咯，係咪？呢裝修喎，石岐區喎，呢一度咧樓下就係歡樂海岸啦，所以係非常之方便嘅，又有直通巴士翻去香港玩。同埋你自己如果係唔住嘅話咧，呢度買翻嚟你配齊家私家電租出去都非常之快手嘅，所以你就喺度等咩咧？嗱嗱嗱喺下邊留言俾阿 Suki 帶你過嚟現場睇啦啦。